澳區第11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會議主席團舉行第2次會議，經過審查之後，主席團亦正式公布候選人嘅名單，共有17個人合乎資格。曹永業報道。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、秘書長盛華仁列席會議。擔任主席團主席嘅行政長官何厚鏵向主席團成員報告有關澳區第11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候選人嘅提名情況。經過審查之後，17名本澳居民中嘅中國公民符合代表候選人嘅條件，呢批人士將會角逐12個席位。主席團亦都正式公布佢哋嘅名單同埋簡歷。會上，主席團亦都根據選舉辦法嘅規定，喺唔係代表候選人入面嘅選舉會議成員中提名咗總監票人，監票人嘅人選與選舉會議通過。主席團發言人梁慶庭表示，選舉中如果出現同票嘅情況，主席團會根據選舉法入面嘅相關規定去執行。最後譬如話係12、13、14呢度如果出現同票咧，咁就會產生咗12個人究竟應該點樣選嘅問題啦。咁喺呢度喺選舉法有關規定係規定咗咧，係要進行咗呢一方面喺同票裏邊咧進行一次再次投票。咁喺投票當中咧，就係以得票嘅多少咧去列出咧應選嘅人。選舉會議會喺27號星期日喺旅遊塔舉行第2次全體會議，並且會選出澳區第11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嘅代表。